观众朋友，今日个项目欢迎收看福起来，我是阿明哥刘浩明。前咱们在电视里边，他跟你鬼导演来看呢，一点喏，佛神的木质，唔知观众朋友看到冇？一路讲啊，等咧消防队员，也要工作的内容还是伊都会督导的一个情形。你今日邀请到来宾，如果伊在作为医生样的消防队员，也今日来同我哋电视同我哋讲。到底消防队员伊在做乜东西？啊，对这边有跟哪个情况的题目冇？我们马上欢迎今日来宾志勇来现场，朋友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屏东县林道消防分队林志勇。志勇，我想问一下哈，因为其实前咱们有一个个有名的戏剧嘛哈，他跟人都开始注意到讲，消防队员嘅工作内容啊，还有伊个伊个个情况的地方，但是其实我哋提供。就是讲过通常的一件事情来讲，反正就是有事情的时间，我哋那我开始有想到讲，消防队员其实每一路做鬼门险的事情，每一路为他个人呢安全去付出伊的生命。但是我想请问一下哈，其实到底天时地利有常常会讲，鸟砂锅啦，我哋去鸟个风刀啦，系咩消防队员的工作咯？以前呢。更加慢慢的咩，讲个细心咯，因为其实天时地利就讲个清楚啊，因为这种东西讲，我都发现讲，这种东西其实我哋讲容易的事情，但是因为可能就以前我哋都以为讲，那消防队员是包山包海啦吼，可是你讲个做砂锅嘛，去打你把本的，然后那个种风刀嘛，系唔得去，可是而家慢慢的可以去避开一件事情系咪？系因为嗰个消防队员，因为去鸟砂锅，还有鸟风刀，还有诸如此类的动物，为了这个而去受伤了。所以变成讲，更加慢慢的我哋就是各县市政府会委托外面的包商去来执行这项工作，这样。一方面其实人家嘛，大部分人嘛会一直一提讲啊，譬如讲砂锅啦，譬如讲发现某个通过的时间，可能替的打电话，我打电话给农委会，好，无你讲我哋农业处，因为提供也其实系农业的事情，唔好再像以前你讲因为讲啊，某个东西就先打电话给消防队员啦，因为你看嘛，你要打火要救护。可能来嗰种紧张的事情，除非讲帮查的，我哋嗰种交通事故唔要打电话拨，因为其他好像嗰种全部我都打电话拨，好，嗰种其实。对于消防队员来讲的话，其实伊个工作的内容系咪鬼复杂啊？鬼复杂，咩鬼有挑战性，所以我哋只要一出勤任何勤违法，都会比较有就是战战兢兢这样，会较紧张一些呢。对啊，你系咪同我哋观众朋友睇约说明下，你讲以而家唔同嘅消防嘅工作嚟讲嘅话？好，消防工它要分量，系咪有分？他们量太快啊！伊啲消防，伊啲系救护系咪？冇上太快。上太快，伊啲消防救护做乜嘅？伊啲预防。预防嘅重要。防火救灾救护。救护。上太快。不过我哋喺伊啲嚟同我哋观众朋友稍解一下好，因为其实我哋而家嚟讲，对于而家来讲嘅话，消防体能如果打火，好，你救灾嘅部分。好，救灾的地方，系咪打火系最重要的伊个，怎讲？伊个最重要的伊个工作嘅任务咯。系啊，超高，一般以前来讲，消防队都系对以前来讲，主要都系打火啦，所以我哋有另外一个讲法，会讲打火上体啊。打火上体系，所以咱会有民众因为。有个感觉讲，消防队员都系固天的打火，其实更加，我哋消防队员慢慢的，从消防署，分家之后，除了打火以外，还有救护，再来也两个工作执勤，还有一般的我哋会去家户场所、公共场所去进行防火、用天的安全啊！或者如打火以外，还有一个救护的工作。可救护的工作的方案提供，其实如果譬如讲我哋有乜事情的时间，好，除了打电话给警察的可能如果通知，譬如讲有疏散的方案，就会派种人哋救护车嘛，吼。咁
咱咧救护车同啊，咱医院的迄种救护车，也要责任的分野在哪呢？责任的分野在哪？主要係我哋係屬於政府的，伊等醫院的救護車係屬於醫院的，他們的主要的分工的那個責任是以係負責轉院，轉院啦，就是如果本身這個醫院沒有辦法去處理比較重症的患者的時候，伊如必須要去靠這個救護車轉去較太近的醫院的。等於如果我哋發生事情以後，從事故的現場送到醫院的係你的負責，係我哋負責。但是伊的院團也要轉，如伊哋自家的救護車事情咧。我哋係負責前端的作業，後端如果是也偏人醫院的冇辦法處理。已經轉咧重症咧，冇辦法處理嘅話，如果轉去較太近嘅醫院咧，佢唔單止講頭先講嘅救災啦，無救護嘅部分，咁其實一部分都係兩個歸重要嘛，係歸專業嘅事情。好像你當初對學校出來開始正式調整下人嘅消防隊嘅事情，一兩部分有要靠執照嘛？啲我哋救護嘅話，我哋要多邊一係咧，學校邊一係咧。多分隊要有哪兩個牌，一定係初級嘅救護技術人員，第二係中級嘅技術人員，其實我哋主要拿一兩個牌係咧，就可以執行緊急救護的工作。再來救火嘅部分，我哋要有火災基礎搶救班，在訓練自己本身的技能，所以再路可以到現場執行救火的搶救的任務。這部分的話有初級同中級，然後拿到兩種的執照。但是我提供其實一般的物件嘛，可以去訓練拿到 EMT 嘅基礎同中級的吧？可以啊，但是救火這塊應該拿唔到吧？拿唔到，因為有的如果好去收集啊，你執照，你話因為有朋友講啊，而佢 EMT 嘅嗰種專業咩？那麼想講啊，嗰隻一塊救火應該拿唔到。拿唔到，我本身係消防人員。消防人員，因為其實係喺關門下面嘅工作，嗰時也俾要求嘅東西嘛，可以懂。可是等於你講，其實我當初做一件事情以前，唔管係救災嘛，救護嘛，其實你本帶嘅一啲專業嘅一啲訓練，嘛而一啲規則，希望其實唔這個訓練冇做嘅話，等於如我講咯，你去到嗰邊可能冇救到人，這個我先出手。錯。咁當初幾多個人當初好嘅？你當初我先到做消防隊員。陸卡人很愛依靠嘅。陸卡人很依靠呀。我佢貼喺入面，他係講我唔可以做嗰種關門呀。因為以前20年前資訊手機不怎麼發達啦，變嚟講高中畢業也較唔會上，所以就是陸卡人會，因為我爸爸係台塑畢業退休嘅，他也算勞工啦，因為講去靠公務人員，警校或警察，較有收入比較穩定。係啦，我們從講我如果喺一個國家嘅一個工作嘛，但是問題佢呢啲人都冇一個警察啊，警嘅咁你其實都冇先警察都冇做消防咯。因為幾年嘅警察冇劇，再來我也是對那個物理化學比較有讀所以消防人員的共同科目又有物理跟化學，所以才會讀後又那一年冇警察冇劇，所以才會選消防人員。可是人哋講命方注定的啦，但係我哋呢啲讀以後，你這個應該講讀書是一回事，你出來工作是另外一回事。你這個出來工作以後，又發現講你這個對一份工作唔好嘛？一開始我緊張，慢慢的出了嗰度任務係咧，學長有帶他們的學長嚟去慢慢的看，就慢慢的
比较有适应呀的工作安尼。完全没有多人会想讲做了像15年会读到一个比较较洋葱的时尚，他伊等会想会讲，会讲，我完全唔会。就是如果其实平常的准备又好，平常的训练又特别化，其实都嗰種可能講嗰緊張嘅時間，嗰危險嘅時間，其實都聽到我哋嘅訓練，可能一行，比如講學裝係咪要注意某個事情，要檢查某個裝備嘅時間，可能要做好吧。其實等於都本質係一個保障啦。係做。但就其實嘛做醫生人嘅嘛，其實嘅醫生人一開始都睇你陪下，一開始睇平動下。冇啊，一開始係拖延，因為成績分發，分發去拖延，做社紅隊，即拖延做社紅隊員做咗8年，8年咱過來南埔去家故鄉安尼。嗰時一直都睇聯絡。有一個故鄉2年，一個故鄉任務2年，係咧咱過來屏東嘅，有一個聯絡服務安尼。其實大埔嘅鄉體，我哋喺廠灣嚟講，我哋嘅消防隊啊，我哋嘛提講，其實大埔係個規模險嘅事情，但是其實規模險嘅事情嘅地方，一定嘛有啲個用心嘅所在。休息下喎，等下我哋咪過到個精彩故事哦。翻過來復起來嘅，上檔節目我哋來賓來自聯絡嘅林志勇，同我哋講消防隊2安用嚟訓練。我想請問一下，其實講起我哋嘅消防打火嘅一啲事情，差個人睇天時地波冇聽地波看到那個可能講熊熊烈火大火，差個人睇地波呢，乜都看唔到，然後消防隊員可以去救人。我想請問一下，你幾時節畢業嘅時節打不起嘅火咪記得？體育嘅。你咪同我哋觀眾朋友紹介下講幾時係用為錢，唔會緊張冇幾時？還是會緊張。如他們學長因為一個係一個住宅，所以我哋他們學長去從醫療入去，因為醫療嘅輻射物，如他們學長水線，如上去醫療，再來。如主要嘅火唔會過太啦，如馬上做火點打下，如慢慢嘅，在降溫嘅時節，如因為個火場比較係看唔到，個時節看唔到嘅情況之下，我哋如先做煙排出去，慢慢嘅降溫，係咧突然如腳如。有看安尼有聽同一下，是什麼東西？看腳方嗰種難度嘛東西安尼，我哋手電筒看入去，認真再看一下，確認一下，原來係一個罹難者的屍體在那裡，所以也係我較有印象嘅一個火警安尼。嗰個嘅係出現一啲我哋咧那個民宅失火，對，嗰種喺廚房還是哪裡係咪？房間。我問吼，因為大部分嘅人其實看電視啦，冇得看電影啦哈，我哋可以看得到火櫃台，但係我哋感觸唔到嘅溫度，像嗰種溫度幾個嘛，像譬如講電梯擺嗰種面，我哋講即個一般嘅人係嗰種輻射物。一般嘅輻射物，民宅安尼，大部分溫度差唔多100-200度以上啊。100-200度其實，你看到摩托上火時間，還是會感覺到嗰種熱浪起來。唔會感受到嘅輻射熱嘅那種熱度會有那種身體會感覺冇爽快啊。所以我哋一天會先報復出㗎，人去。針對火災來嘅。係因為講，你喺身上是可以做嗰種防護，但是你哋嘅面啊，我哋面其實因為你看嗰種冇辦法忙得實，嗰種係咪其實像面部分，其實唔會感覺到嗰種輻射嗰種嘢。因為我哋係我哋啲準備除嘅消防衣，還有防護以外，我哋還有
头盔，还有面罩啊，面罩就是它是接空气瓶，所以一般来讲，比较如果接触到火灾现场的话，较唔会感受到。咁像头先讲嘅，等于讲，你今日去咧火场嗰時候，你嘛係把自己包得實實，好。咁像我哋包得實實嘅話，佢全部裝備加起來差唔多一多公斤啊。差唔多，像頭拿到上褲到鞋，像上褲都差唔多我10公斤，再來如等你去火場一定要把關咧，如而家係空氣。比包迄管的比包迄空氣，如管的杯架，做面罩，費力法加起來差不多15公斤，還有一些手電筒，手套，一般來講，約莫差不多就25公斤一邊。25公斤差不多都一個3人生的生意了，差不多。我女兒就是28公斤。差不多呢，因為其實3人生的生意呢，其實發有過火啦，差不多咁樣呢。等於你講平常嘅時候都8對2啦，嗰種今日初頭講，其實嘛係意料的。佢像以前我哋蠻老嘅公寓，一開始講又唔可以坐電梯嘛，同埋就比如7、8樓嘅話，唔話能讓爸上去。只能走上去。那一般人杭州生意差不多，不是大风啊，差不多我可以先休息一下吗？对，我们都，但是我们你没等你去啦，我们都是一个 team，一个两组或3组、4组，一起进去这样，一组2人。從人頭講，譬如講你去聽到以前嘅時候冇經驗嘅時候，都聽到學裝嘛，隨身辦從一般來講嘅話，因為一啲火場嘅話，譬如講消防我哋講噴水灑過去以後，佢唔係用嚟可以遇到水你冇你講，佢用嚟佈置啊嚟一種形式咯。譬如講有啲人嚟裝茶位，有啲人綁水線，有啲人上去，從嚟就人哋小隊差唔多有用嚟小隊嘅嗰種吃土啊。我哋一般更加作戰嘅模式係用人車車主，一般1車2人，2車4人。假子社區假子發生火警的話，我等於所有的備勤人員，一定出去。同個時間，我派鄰近我等消防隊，鄰近的分隊同步派遣也是出來。所以到達一個火災的現場，一般來講有110台的消防車。等於如講附近的消防隊全部來支援。譬如講，基本上你老網港我是很離譜的。剛剛譬如講豐田有乜事情的嘛？雖然講我哋係一個離島一個離譜的，但是強下落去支援。強下落去同步一下到嘅現場來支援。呢發其實一方面可能我哋咧車輛嘛，我哋講設備嘛拉白，消防車，然後我哋嘅人數嘛會拉白，因為其實他剛也可以富養資源的時候，安全性嘛有嗰個，也是靠人海戰術啊。咁從頭都唔講嘅話，譬如講一般嘅嗰種民宅都有200-300度嘅時間，你這個印象講有嗰種鬼沉嘅嗰種，我哋講火災嘅場景。我有100個領導。咩一啲後生有憂鬱症，比如可能因為憂鬱症長期憂鬱症，食藥嘅，所以如有點厭世，如可能就是因為厭世，所以他想就是發生一場火警，他也是我記得在這上樓，這上樓一樣房間。那時候1、2樓都沒什麼問題，一直到你上樓的時間，樓梯間大量濃煙竄出根本看不到，濃煙是在他那個火點是在他的房間裡面，我等必須要利用水線，慢慢的前進，慢慢的把那個火點打掉，可是有個問題。唔講看唔到，
能用一片咯。看唔到，我哋用手電筒，我哋用手電筒可以照。係啊，就除了手電筒之外，農人講，嗰你會人地方去潛出貨地方。係錯，係啊，再來路係靠你的身體的去碰觸，它的建築物的格局，可能你摸到的地方可能是一扇門，啊，你就有辦法就可以判斷說，這個煙是從門的另外一邊過出來的。我講有門徒係咪？喺嗰種嘢可能會燒。會燒翻嚟，等可能會先警戒，先警戒，伺機而動啊！嗰就等於講，呢批火場地會分分秒秒都可能係一啲，唔能可以去直講，伊可能係某個情形。但是以後咪開門以後，如果係啲大火，唔得嘛，不一定會。咩每天會堵到啊？咩有可能會堵到？係因為其實我有時常我看，譬如講，其實嗰度嘅消防嘅新聞都講，其實喺一般人，我哋講一般人人喺嘅地方係慢慢講，因為其實他路卡人唔會，我哋講一般人路卡唔會表明個關門上嘅東西嘛。但是大部分看到嗰種我哋講，嗰度會衝太傷亡嘅，大部分都睇工廠。工廠嘅係，因為工廠嘅吼，伊有格局上吼，有在重新在格局裝潢，所以很多嗰度嘅易燃嘅物質，啊再來工廠嘅伊要用到嘅化學用品啊相對的會比較高，所以化學用品只要遇到火災的話，它危險性相對的提高，所以會比較危險。咁你反等於如果你係咪對你哋我哋講附近嘅嗰種範圍以內嘅工廠，你係咪本身都會去了解？譬如講，又係做皮料工廠，叫你做乜嘅化學品嘅工廠，你本身都會他又會先去了解伊係做乜嘅。我哋本身每半年，我很也附近咧，我哋消防隊附近列管嘅工廠，去提報講，有嘅化學用品有增加冇？還是固定係按呢塑料？還是講還有另外再入來一批冇一樣嘅化學用品？愛規定一定愛半年來同佢哋呈報，啊再來愛喺一定借一定嘅工廠嘅警衛室一片，愛有一啲化學用品嘅類似物質安全資料表，就是像我哋嘅身份證一樣啊。等於講咧，因為某個化學用品可能門上冇門上冇得講係咩醫療嘅東西，要先登記聽我哋嘅警衛室嗰邊。你喺本地，就是萬一有事情嘅時間，某個地方其實喺個門上嘅東西，叫我睇下要重新去，其實係造成我能夠你呢嗰種冇必要嘅一種傷亡。聽你都講，真正係會播種講，喺一有某個事情嘅時間，我哋提前嘅消防人員，亦可以提到嚟講，有部分嘅火災我哋按樣去處理。嗰個其實面對下邊我哋講，冇同樣嘅出火嘅情形，其實你每一擺去面對嘅情形嘛係。等於講，每一擺都係冇同樣嘅。完全冇一樣，完全冇一樣啊！我哋體檢嘅，消防員體檢嘅都係化學工廠嘅火災，也係體危險啊，風險提高嘅場所。其實對於我哋保護我哋這個安全嘅消防隊員來講嘅話，其實我哋可以做嘅，除咗我哋睇錄卡時間落嚟好去小心我哋這個火源以外，可能我哋這個有工廠嘅一啲觀眾朋友，你天時把這個工廠地方化學用品嘅情形啊，無論你工廠嘅各樣嘅情形，去同人哋消防隊報告，因為喺咪有事情嘅時間，然後可以喺第一嘅時間用最好方法去救人。休息下喎，等下我哋話有嗰度個精彩故事哦。歡迎過來，福起來！上到節目，我哋來賓志勇同人講，而且大火地方各有影響嘅一半。我想問一下志勇，其實你唔單止大火嘛，你救護嘛係一個重要嘅部分。咁像你救護嘅時間，大部分都其實是發生事故嘅現場送到我哋醫院嘅。但你這個經驗地方有影響過層嘅冇？嗰度影響過層嘅。
一般来讲，我等我拄到自杀的、小唔开的，还有车祸的，严重车祸的，一般老人疾病的，中马都有，都有遇到。咁我想问一下吼，譬如讲，去在讲自杀的好啊，嗰种什么的水风啊，唔係先至老风啊。嗰時等於講贏報案的時間，唔係先至講伊迄睇水風啊，嗰時你要準備的，比如講潛水衣服還是？我印象有一年過年嘅下誒，嗰種年初二，正係聯絡一片一個運動公園比賽，一個志宏池，一個人工湖比賽，一個爸爸帶門的生日呢，那生日他有個小學1、2年級，伊等去搞。買那個遙控船去扶風搞，如唔知用搞啊，個遙控船突然壞掉，fire 啦，如在距離岸邊大概1-2公尺，爸爸如想講，主個遙控船就下了水，想把那個遙控船把它救回來，就老古了啦，不幸就因為這樣而溺水。我等如接獲到這個報案，馬上就出動橡皮艇，到了現場之後，我們人員的裝備當然就是救生衣一定要穿，再來就是下水去打撈，完之後大概經過了30分鐘之後，才把這個爸爸的那個遺體給打撈上來。等於如果其實等馬魚的，我講潛水啊，那訓練吧。我有救生員證照，我會曉得游泳，潛水嘅。因為其實我哋喺台灣那邊差唔多5-6年都我哋冇儀器嘛，7、8年都開咗台風期，因為我哋台風期是有時我哋講山南會爆發啊，冇咗幾多我哋幾種河壩地方嗰度嘅，其實根本係算人的工作方面。天然災害，我們都是站在第一線啊，第一時間去搶救的人員。嗰啲我唔單是大火馬救水呢。沒愛針對天然災害，沒愛去搶救，錯。嗰種人哋政府嘅時間，有時譬如講我哋查火啦，嗬，有嗰種你冇都講嚟講，上去查風話好，見人哋也係唔係冇。情緒躁動的有，他就情緒非常躁動，本身情緒躁動的人本身都有18精神上的問題，所以以情緒會躁動，家屬就報案，希望等去注意送去比較特殊的醫院的去治療，但是情緒比較躁動的人員。那個人民眾他自己自己本身不會覺得以自己有很大的問題，他在家療養就好了，在家休息落嚟，所以他就會接救護車上面會比較躁動，比較情緒上會比較浮躁安尼。那這種人嚟法，這樣的評判人有被賦予過可以打針嗎？我們要侵入性的治療的話，只有高級的救護人員，咱可以做侵入性的治療。外等的話，中級的救護人員唔可以。咁這樣的情緒躁動能用？情緒躁動，盡量用安撫的，外等用安撫。講比他差個啦。家屬一聽到這身邊陪同外等，好再來，警察人員也是要在車上陪同我們，安尼。因為咁樣，佢啲節目都見到例子吼，我都發現到講你有大火，有救護，那請問一下吼，你見到每一年的嗰種出版的時間很長？可能出版的時間一般中午24點鐘，每個小時每個時段中午有人就是執勤人員在那邊全天候執勤。咁你24點鐘係休息到24點鐘。OK，嗰度營業安尼。一般上我等一聯絡的法律呢，做2日了營業，就是執勤上班48小時，再來放假休息24小時。可是問題是
48点钟呢，算是如果提给对方嘛哈，要在消防分队驻点休息。但是问题48点钟，你要各种，譬如讲真的有几多事情，譬如讲我们公园过节，查甫几多的，无如讲有某个事情呢，有可能48点钟匆匆如果你一件事情还得马上一件事情马上事情还得有啊，我等很这是已经变得很平常了啦，我等就入钢管已经习惯了，哎呀，就是碰到一件事情，一个任务工作任务1个小时结束完之后，没多久突然又有另外一件的工作任务，哎。可是问题係，意思上我講，你呢的專注力都48點鐘，都是聽英語的時間。我們愛等下呢，愛等，只要你沒有執行勤務的時候，就是待命服勤的時間，我們就要自己找時間去休息。按呢。因為頭頭一開始節目時間已經講，唔單是打火、救護，還有個醫防。醫防有乜個東西咯？我等一般除了先前主持人講的打火，還有救護以外，我等還會派勤務去各個公共場所，無論係人家的路卡去做用天用火的防火的安全。譬如講，你哋把我哋嘅出家地方去做用天啦，防火的安全。一般來講，唔可以宣傳某個東西，唔可以推廣某個想法。更加以前係希望講每一家每一戶有滅火器，更加我哋消防署有規定，更加嘅政策係希望每一家每一戶有獨立式的偵煙式探測器。乜嘢偵煙式探測器啊？如果偏偏我哋檢查嘅嘢東西。係錯。而家嘅功能係乜嘅咯？而家功能如果像一般我哋公共場所看到嘅，只要有大量的濃煙，蓄積在天花板上的話，大量蓄積，大概時間上在30秒、1分鐘之內，已都會警報。提醒我們住戶可以第一時間趕快疏散，趕快避難安尼。咁從而來講，因為可能講大量嘅濃煙嘛，咁而家一般嚟講最適合安裝嘅地方喺哪？一般我哋嘅探測器，偵煙嘅探測器因為偵煙探測器一般最適合嘅喺路卡嘅客廳。或者是睡覺的地方，臥室，房間，或者是如果是透天的話，有2樓以上的建築物會發，就是1樓到2樓樓梯間。樓梯間。樓梯間，因為煙煙的走的方向，除了水平之外，它會往上竄，所以1到2樓或2到3樓的樓梯間，都可以裝設。嗰時人家意思就講，其實等於講，伊要人太多已經到樓梯間如可以切多時間，伊就真係個太人啦。因為頭先我哋想講，因為我哋佢有躺下呀，躺下怕唔適合。躺下一般躺下較唔適合，因為家自己躺下神明廳來找嘅話，除非啦冇點響嘅時間。但是我哋鄉下大部分。落一批的探險者總會1天2次或3次，早晚都會點香。嗰個說你人嘛，我可能會觸發。也會觸發，所以說就會變成誤動作，會誤警報。所以我們不建議。躺下唔可以，坐下嘛唔可以。坐下它是用定溫式的，是用溫度型的，而我們這是偵煙型的，坐下咩？不是不可以，是有另外一種探測器。嗰時等於如果嗰種都係有裝嘅嘢東西，因為其實真係如果講出火時間唔睇水幕，冇都唔睇做拍嘅事情冇注意到，來唔及。我哋講
母系嘅体的时间啦，不是有安尼的机器，我同讲嘅时间啊，如马上有各种统计讲啊，有某个事情你哦，其实你只无打电话，其实嘛系最好的时间。第一个就係你人員一天會第一時間我可以疏散避難。第二呢，你的房子你家屋嘅會第一時間把你的財務損失降到最低。安尼。咁其他創辦人可以省下牙咯。一般我等普遍。台本險從中低收入戶，或者是小家裡是在屬於畫紅線狹小巷道的住家，或者是現在慢慢的普遍，我們在麟洛鄉已經慢慢的已經100%，已經每一戶都有裝設完畢。咁你講好，其實總係是對這個來講係一個創業或者體現的部分。像志勇想問一下，你今年做的是20年嘛吼？你對這個有志開始要從事我的消防隊我的那些學弟學妹，有乜嘅建議嗎？如果他們要來從事消防工作、消防人員的工作的話，第一天體能上，體力上一定要稍微強化一下，去搞下體力體能。第二個如果因為我哋消防人員去面對的是民眾，去處理的一些工作幾乎都是跟人有關係，所以一般來講，自己的EQ 這方面要稍微控管好，就是在面對民眾的質疑或者是民眾的一些建議的時候，你可以稍微用同理心，可以站在他們民眾的那一個角度，看原來看他們是要對我們需要幫忙什麼這樣，按呢話較唔會去影響到平常時做些一些進度啦。其實唐志勇最慢的講法，我都冇提供。其實救火一件事情，唔單止係救他個人命嘛，希望講他個人可以把一份工作變成一個佢神聖的工作，他個人互相的尊敬，互相一本他個人的空間。今日也可以感謝志勇來香港同我分享安多消防故事。多謝主持人，多謝他講。休息下我大家聽下你先上來運動運動哦。各位鄉親大家好，又來到好好運動的時間呢，我係王正祥，定係偏係潘先生，也偏係蔡先生。今日教大家人的運動呢係刺激導演，請鄉親可以來同我哋共下來做。今日教大家人的運動呢係伸長功法，伸長功法呢我哋首先呢兩隻手並下來，我哋呢腳打開來同我哋肩頭臀法，哎呀個動作呢係蛟龍戲水。我哋呢兩隻手呢合手來，搓手來，搓手過後呢插喺我哋呢腰嘅項，我哋呢腰嘅項後，第二下呢我哋一轉嘅時節，我哋呢企啦下先鼓一下，鼓下來嘅時節，我哋吸氣，都是吸氣，吸空氣了過後，我哋轉腰骨，轉嚟到右邊，我哋對我哋呢企啦下沉下去，腰骨沉下去。前下嘅時節，氣頭吐出來，我哋停對我哋嘅腳延伸，轉得到前面，再向另一隻腳轉下去，轉得到另一隻腳項，到另一隻腳項嘅時節，記得我哋嘅延伸，我哋嘅手棍，同樣表上來，對我哋嘅頭拿綁好起來，頭拿綁好起來。頭拿綁出來，延伸打出過後呢，表送誒，我哋那延伸表送，我哋那延伸都會轉過來，再一次同我哋那氣頭吸包來，吸包過後呢，我哋轉左邊，轉後誒，對我哋那卡拉下去，我哋那腰骨沉下去，
青海时节，我哋咧头脑顺顿眼神，在脚行顶板墙，顶咧到另一片行，顶另一片过后咧，我哋对我哋咧头脑行绑行起来，绑出来过后咧，我哋咧眼神打出来停一下，我哋咧腰骨表上来，眼神自然都会转到转来，我哋左右算一次。俺在做的时节，记得俺看了下，表松一下，从起头包来，头包转右边，转好势的对俺哋看了下，腰骨向表下来，俺哋起头出来，起头出来，俺哋转的时节，俺哋转的多呀，中间的时节，俺讲俺冇起头啊样，俺哋顶的时节再吸包来。我哋頭拿當行起來時節，我哋再頭起頭到頭包來，吸包過後呢，我哋眼神打出來，表送嘅時節，從起頭再表出來，坐到對右邊上下去，更加呢我哋一轉左邊，我哋左右呢那算一次，我哋起頭包過我哋下去嘅時節，從起頭出來。我哋電的時節繼續起頭，我講我起頭蠻長嘅，唔怕我哋多一時節，我哋可以吸氣，綁行起來的時節再起頭出來，眼神打出來，我哋呢那表上來，腰骨表上來，我哋都可以眼神都會張。更加呢，我同觀眾朋友講啊，我哋做一個分解動作，也係。腰嘅功法，腰嘅功法主要呢，按摩到我哋呢起頭吸嘅時節，我哋呢都是愛吸包嚟，吸包時節，我哋講啊，我頭起頭按包我腰骨，我哋前嘅腰骨無法度包，都係按摩我哋呢腰骨嘅時節。記得我哋起頭包嘅時節，我向右邊轉嘅時節，去我轉過來。我起頭所以唔好對腰嘅哦，你對腰嘅按嚟下去，我哋會鋪背，我哋呢腰嘅會凹到，過來我哋按嚟下去嘅時節，我哋一兩個樹棍，我哋起頭包我轉嘅時節，我下去嘅時節，我哋兩個樹棍唔可以按嚟哦，我哋兩個樹棍係按嚟嗬，邊嚟講啊，我腰骨我嘅樹冇表鬆，對眼神冇講骨冇過強鬆。綁喺hand頭，我哋呢兩個樹棍嚟表鬆嚟，轉嘅時節利用我哋呢眼神頭拿啲嘅轉過來到中間嘅時節，我哋呢下轉眼摸嚟，一般我哋做嘅時節，我哋下轉眼挖嚟，變呢我會壓到我哋呢頸肩，我哋呢下轉眼喺我上去，我哋呢頸肩會壓到，所以我哋呢下轉眼也要豎下來，我哋呢頭拿都順嚟表下來，安尼好。多一時節，我哋呢豎橋唔好按嚟我哋呢眼神會過痕，無法度表鬆，我哋呢豎橋表鬆來，轉嚟另一片嘅時節，我轉嚟另一片嘅我放起來，記得放起來時節係對下頭拿，我哋呢一隻頭拿，我放起來，唔好對下嘴眼喎，下嘴眼我放來樣咧，會變咩咧？也看到下嘴眼我。下嘴眼我放嚟，我放嚟，我哋呢頸肩會壓到，所以頸肩壓到我哋呢眼神會冇爽快，所以我哋放起來時節唔係對下嘴眼，係對人好，對頭拿好嘅時節綁放起來，眼神打出嚟，腰骨表鬆嚟，腰骨表鬆嚟，因為自然都會轉到轉來，我哋對右邊下去，左邊上來，更加呢對。起頭吸包嚟過後，對左邊下去，左邊下去嘅時節，記得唔好對腰按嚟下去，按嚟會凹到我哋呢腰骨，對我哋呢卡啦下去嗬，卡啦下去我哋呢都是，我對我哋呢卡啦下一隻做一個動作嘅動作，動作嘅動作同我哋呢起頭會撞喺到我哋呢腰嘅項。安尼呢，我哋呢腰嘅都有起頭啲按摩我哋呢腰嘅，所以我哋按嚟做呢時間呢，記得喺我哋呢頭拿眼神，睇到呢過來也中間，
在鼓励中间，记得我初都有讲啊，思考唔可以安尼，下嘴硬，讲紧唔可以安尼，头脑唔可以安尼，也要记得个地方。我哋下嘴硬要思考来，耶稣君呢要表上来。针对另一篇的时节，我初都也有讲，注意的地方，我头脑要放放起来，唔係對下嘴硬，唔係對下嘴硬放外邊的安尼，驚緊會壓到。我哋係對頭腦也能好放，對頭腦安尼好放呢，我眼神放起來，我驚緊都唔係壓到，唔係壓到驚緊的鏡頭，所以我哋注意，我哋要注意。我沉下去，我都市底啊，徛那個是徛那行，都唔會講壓到我哋呢都市嘅情形，所以我哋要注意嘅地方係底啊，我哋呢書本強樣表送就好嘅，我哋對頭腦放放起來，眼神放放嚟講，我哋呢眼神打出嚟，打出嚟過後呢，我哋呢腰骨表送嚟。腰骨表上來就會跪到正來，所以我哋左右那做一次，然後呢記得我哋呢動作和按嚟做好，我哋呢下下表上來，起頭吸包來，轉的時間還冇頭起頭還冇頭出來，我哋呢下啦腰骨彎下嘅時間起頭拿頭出來，沉下去嘅時間起頭表下來，停頓我哋呢眼神轉。針對另一篇，我哋呢頭腦放放起來，頭腦放放起來過後呢，我哋呢眼神打出來，打出過後呢，我哋呢腰骨表上來，眼神就會停頓嚟再過來啊！在我哋見下起頭呢，徛啦下表上來，起頭再吸包來，我哋轉左邊的時間呢，安尼聽一下。我哋呢對我哋呢徛啦下表下意時，沉下意時間，我哋呢起頭那表出來，表出來我哋眼神停頓嚟頭腦停頓眼神行，我哋轉呢到另一邊嘅時間呢，我哋呢頭腦盪放起來，頭腦盪放起來嘅時間，眼神擺出嚟，壯壯嘅，我哋呢腰骨那表上來。也呢，繼續我哋做呢，對我哋呢腰嘅、我哋呢身上都會有個好嘅一種嘅按摩方式。因為我哋呢腰嘅呢係儲存我哋呢水分哈，所以我哋呢尿淚呢都係對腰嘅排出，所以我哋注意我哋呢腰嘅個重要哈。所以我哋呢做嘅時間，我哋天天呢唔是急，天天嚟做，眼神放鬆嘅。我哋都表下嚟去吼，天天嚟安尼，起頭我哋又係起頭嚟吸包嚟，天天嚟吸包嘅，轉腰骨過後呢，我哋呢慢慢嚟吼，沉下去，沉下去，眼神呢停頓嚟行，轉過來。頭腦放放起來，眼神打出來，那腰骨表上嘅，我哋那會好再好。而家呢，停頓我哋呢做連續動作，連續動作呢都記得我哋呢徛啦下一定要表下去，表下去嘅時間我哋呢起頭吸包啦哈，轉腰骨，對徛啦下去起頭跳出來。做呢一片的時間，頭腦放放起來，眼神打出來，腰骨表上來，轉對左邊。
更加呢，我哋呢動作都做得到呀。觀眾朋友有記得冇？係記得呢，好好來運動，我哋呢眼神同精神都會更加好。我哋好好運動，係你身哪來了？